趕緊傳來觀眾朋友來看，這屏東的滿洲鄉傳出着這虎頭蜂攻擊人的事件，造成2個人死亡，1個人受傷。有3位中華健行爬山高雄市協會成員，為着這禮拜要舉辦的生態教活動，對這個南寧溪出發要到山頂去探路草，確定的半中途撞到虎頭蜂，造成正副領隊因2個人不幸死亡，1個查某隊員受傷。啊，那因行的呢，和活動也有申請的路線攏無同款，墾管處也講，確實是無同款。甲車手停在店家邊仔，準備要對南寧溪去到山頂。中華健行爬山過高雄市協會3位成員，12來到屏東滿洲的南寧溪，要替這禮拜活動先探路草。店家聽到因要行路線，就靠近近，真危險，愛細緻。沒想到13無快人轉來，14就傳出現場的查某隊員傳信息給朋友掛救人，講緊撞到虎頭蜂攻擊，2個查甫正副領隊已經無喘氣心跳，伊家己嘛受傷，走來到出風片來等待救援。裡面有虎頭蜂，有野牛，有蛇類。後來又是生態保育區，又是危險區，墾管處他也沒有去開放。完全沒有來說一點是出事情啊，對不對？我就快點打電話叫我們的那個村長，去報案。因為有消息傳出，協會活動本身因的活動路線，甲這3個人行的，攏甲當初申請的無同。墾管處嘛證實，不是個詳細狀況，愛等隊員落山才有法度釐清。經宵早起接到通報，遂出動18位搜救人員，對溪仔口出發，前往出風片找找現場的隊員。忙趕緊甲人接落山送病院治療。啊，那專家嘛提醒，這陣仔山區交互虎頭蜂會愈歹，去山頂除了愛穿野白的衫甲帽仔以外，若看到1、2隻虎頭蜂咧巡視，都愛緊。因為附近可能都有蜂巢。如果你不離開，它接下來就會散出費洛蒙，跟巢裡面的蜂講說，我們受到威脅了，請支援。然後接下來就會有非常多的蜂來。因為入山的路歹行，滿洲過道後雷公寺若上大雨，搜救人員到下晡5點才接觸到現場的隊員，嘛找到一位領隊的遺體。消防表示，目前受傷隊員生命狀況穩定，若是天氣穩準，落山大約需要2點鐘，嘛趕緊甲人送醫治療。記者柯明哲、柯家族、郭朝陽綜合報道。